前期组织进攻，但是呢，塔县的防守队员迅速补位。2号，现在是2号，库巴尼西、苏勒坦拿到了羊，再重新组织进攻。篮筐外围啊，战况很焦灼啊。这塔县代表队的防守做得很到位，丝毫不给对手投篮的机会。1号，卡巴西巴顿尔抢到了羊，组织防守反攻。好，他的队友及时接应，把羊交给了队友。我们可以看到是4号，现在是4号杜利伊拉瓦尔，继续传羊，传到了3号伊利江。好，看有没有机会投篮。3号仍然在寻找机会，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队队员防守已经到位了，又陷入了争抢的焦灼间。好，双方非常焦灼的在争抢。裁判吹哨，裁判给吉尔吉斯斯坦的队员出示了黄牌，发出了一次黄牌警告。接下来由吉尔吉斯斯坦的耶利蒂亚尔抢羊发起进攻。8号乌穆尔别克叶山，看到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个选手掉到了马下，落马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拼抢的十分激烈，所以希望场上的选手呢要注意安全。吉尔吉斯斯坦的3号别克苏里坦骑的是我们一匹伊利马，老号是利。好，现在是由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主罚。3号翻身捡马，捡羊翻，好，羊在3号手上，一个急转，可以看到3号的马非常灵活，他把羊交给了队友7号伍布西，但是到了篮筐下面呢，速度太快，没有机会投篮，重新组织进攻。这会儿呢，双方的队员都已经挤到一块儿，在争抢这个羊，看看谁能突围而出。
吉尔吉斯斯坦的1号和7号。大家分享的激烈。好，1号抢到了羊，在往外走，但是塔线的4号，出界，好，出了边界啊，边裁吹哨。好，接下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乌穆尔别克叶山发起进攻。好，一个漂亮的转身，躲开了防守队员，快马加鞭冲向了篮筐，有没有机会得分呢？犹豫了一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3号迅速过去捡起了羊，别克苏利有机会。8号乌穆尔别克又捡起了羊。好，冲向了篮筐投篮，但是失败了。这个5号非常灵活，翻身下马。好，羊现在交到了7号达斯坦鲁斯兰手上，一个180度的急转，现在准备投篮吗？有没有机会？好，漂亮！在重重包围之下，达斯坦鲁斯兰再得1分，非常漂亮。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4比2。好，吉尔吉斯斯坦的7号达斯坦鲁斯兰暂时下场休息，换了他自己的队友上场。接下来由我们的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发起进攻。可以看到，应该是6号要组织进攻，但是第一次没有捡到羊。好，捡到羊了，迅速的传给了他的队友7号。7号伍布西在迂回要拉扯，把这个空间拉出来。好，快马加鞭，迅速的冲向了篮筐，看有没有机会。6号及时的给他打了一个掩护，冲向了篮筐外围，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防守队员已经到位。1号和6号拼抢的非常厉害，看看1号能不能把羊抢走。在这种烈的拼抢的过程中，吉尔吉斯斯坦的队员个人素质呢非常强。好，裁判吹哨。
1号卡巴西巴顿加油，要组织新的一轮进攻。好，因为马速度太快，已经出了边界边裁吹哨。目前可以看到场上的比分是4-2。暂时由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队领先。好，接下来是由吉尔吉斯斯坦的乌梅尔别克叶山要建阳组织进攻。双方进攻和防守都做得非常好，很专业。几号？好像出界了要裁判吹哨。塔县代表队的2号马如库埃尔肯要主罚组织进攻。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塔县代表队会不会组织一场漂亮的反击扳回1分呢？好，甩开了几个对手的，但是看他在尔别克叶山这个今天场上的表现非常亮眼，可以说是这次这场雕羊比当中的一个赛场明星个人素质非常强，每次翻身下马翻身这个解腰远投，哎呀，很遗憾，这一个漂亮的远投，但是没有落到篮筐边。好，看看5号选手罗杰。裁判吹哨，可能也有犯规。咱们可以看到下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将近1半以上的时间了，目前是咱们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4-2的比分暂时领先。好，我们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再一次组织进攻，塔阳队友。现在
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5号努尔江麦利斯拜克，刚才翻身远洋，组织了反攻，交给了2号。孔尼巴西和防守队员在激烈的争抢，马上到了边线。莫尔别克又抢到羊，看看已经到边线了啊！好，我们可以看到塔县代表队的马鲁普埃尔肯准备简阳组织进攻。好，捡起了，快速的向篮筐发起了冲刺，但是呢，身边有很多防守队员，但是交给了他的队友。一号现在拿羊，1号巴顿，场上的比分是4-2，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领先2分。看看咱们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能不能在仅剩的时间里边追回比分。4号巴伊西阿合利别克啊，抢到了羊。好，羊扔到了地上，看看是由塔县代表队的6号捡起了努尔波松阿瓦利。投篮，但是由于被干扰，没有得分。仍然是乌穆尔别克叶山捡着羊发起了反攻。防守队员呢？防守了，但是没有抢过来。5号努尔江麦利斯拜克捡起了羊。好，7号去接应，交给了7号。7号达斯坦鲁斯兰投篮，很遗憾，没有稳稳的落到篮筐里边，掉下来了。好，裁判吹哨。好，裁判吹哨，全场的比赛应该是结束了。刚才的比赛当中，是我们丝绸之路友谊杯雕羊邀请赛第4场 B 组。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对阵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双方进行了一个激烈的比赛。